观众朋友，大家早，欢迎收看3月7日早起新闻，我是麦尚莹。今仔日是228连假最后一天，在西部的国道呢，对下晡开始上北的车辆可能就会足侪。也那国道5号这上北的方向可能是会塞规工的。高公局就来建议西部的民众，南部的人呢，这早起9点进前就爱出发；也那中部的是中到12点进前就爱出发。也那这国道5号要上北的人，其实伫早起9点进前就爱启动啊。气象署是表示讲，这连假期间的全台湾天气拢真稳定，也毋过伫拜一暗开始，也阁有风面会来影响台湾，到时阵全台湾天气拢会转湿冷。228连假第2天，全台湾各地拢是好天气做份的天气。中部游乐区特别推售儿童门票199的优惠，门口卖票所在人丁排正长，人潮有望可以达到10万人次。人丁排正长的，也有台南出名的润饼店，民众排甲挖角去。以美食出名的国华街，嘛出现人踢店的情形。业者嘛讲，这种起草这么好的情形，甲过年差不多。又遇到这个好天气哦，看人潮的话，和过年的人潮。差不多一样多。气象署是讲，连假期间日下各地温暖偏热，初一中南部的高温超过30度，暗过到后礼拜一初3的暗时又有风面的到位，到时阵全台湾会阁转为湿湿凉凉的天气，温度会向阳降10外度。可能到礼拜一晚上开始，台湾各地的天气开始慢慢变得不稳定了。那礼拜一晚上到礼拜2，锋面会开始通过，所以各地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发生。天气好，搁出热，国道高速公路透早就出现车阵，初一交通量会达到115万车公里。连假最后一天，西部国道下晡会出现上北的车阵，国5上北预测会塞规工。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路呢，大概在早上9点会一路持续拥塞到我们晚上9点左右。礼拜休假日是上北高峰日，高速公路局针对国5上北进行高承载管制。铁路运输方面，代替表示，这届连假旅运量大大增加，连假前一天27甲28，大港客运量拢突破80万人，拢总加开99列次的加班车，运量比平常时提升5.3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中选会已经公布第1阶段全国大罢免的插队的结果呢是有9案是拢无通过标准的。即马就有风声讲，其实呢这9案全部拢是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，所以有罢免民进党立委的团体呢，就赶紧伫连假期间继续伫街仔头咧拼人数。趁连续假日，罢免公司团队定会就把排大抢人数，因为伫中选会针对全国各项第1阶段提议书了后，团队罢免民进党立委有9项无够砍站爱报警。我们还没有收到正式的通知跟公告，也没有公文给我们，也没有接到电话。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掌握到底我们需要补多少件，但是我们会用最高的标准去看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会希望的是，我们第1阶段送的是2836，那未来呢，我们现在补件的目标，希望还可以再连署到大概2000件左右。无收到中选会公文进行罢免团体成震动，暗过民进党新北市党部表示，部分团体送件合格率无悬，原因有出现大量妄假人数，亲像罢免苏卡辉、李坤成甲张宏亮的提议名册当中，有84、139、180个妄性人数，像这是原名立委吴立华有189个。不要再硬凹说是死人还魂出来联署，对家属来讲等于是2次的伤害。986立委团体一概无达标，战斗拿发起人赵少康跳出公党会，批评国民党战略性贵族，和支持者失望。碰到中选会这么严格的一个审查，我相信对他们来讲也是一项很大的挑战。在补件的过程，我们应该多给这些青年朋友加油，我们多给大家来鼓励啊！毕竟他们有这样的热情，我们都是应该予以肯定。前总统陈水扁最近接受网络节目访问表示，罢免按注意刷落去的政治后座力、后为政，佮讲冤冤相罢好时了。暗过中选会会正式公布罢免第1阶段过关名单，大罢免进入第2阶段深水区，朝野气氛恐起来继续对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国内还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咧？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。联合报。教育部统计，这师培学生伫毕业了后3档以来去考教师牌的比例是敢若3成，和各中小最近几档呢拢一直找无老师，就连要请代课的嘛无一定拢找得到人。有专家表示讲，其实上届根本的问题就是需要提高老师的薪水。中国时报。根据调查，有7%的民众伫咧捐款的时阵呢，捌拄过个资的诈骗，
另外，有大概7成的民众表示讲，若准互人骗过，后一届可能就会影响家己关键的意愿甲经验，也若这款的状况有可能是会互社福团体歹做代志。自由时报。台北五戏馆3月初3开始，伫法国东语学院甲比利时自由大学会来举办3礼拜的台湾月金光布袋戏的活动。也若布袋戏的大师李天禄，第1代法国土地办理女，也会来参加，做伙进行文化交流。另外，国际消息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南美洲的玻利维亚这个国家，伫3月初1的时阵发生一场正严重的车祸，有2台巴士烧落，结果呢是上无有37个人死亡，39个人受伤。嘛，因为伫半个月之前呢，捌有中型的巴士失去控制，跌落去山坎，造成30多人死亡，所以即马玻利维亚国内是对交通的问题愈来愈重视。警方用面皮甲二男者的尸体爆掉的，甲人对车底讲出来。这是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西部的波多西地区，初一透早发生2台巴士烧融的意外。为了要甲人救出来，救援人员用大型机具甲冰冻起的车身划好正。Existen varios fallecidos, pero queremos salvar vidas haciendo parar este bus. Necesitamos en este momento una grúa.Una pala también para poder hacer parar este bus que está obstruyendo acá y que está aplastando a la gente. 官方估计，这件意外有37人死亡，真侪人受伤，死亡人数也有可能会增加。巴士横倒伫路中，甲路塌掉的车拢无法倒过。其中一台巴士内面的乘客是要去参加嘉年华，无想到讲欢喜的旅程却变做悲伤的遗憾。El personal está realizando el trabajo para identificar y ya tener los nombres de las personas que están internadas heridas y de las personas que han perdido la vida en este lamentable accidente. 甚至因为其中一个巴士超速占用对向的车道，才会发生意外。这么原因也有待警方调查。不过2月中，玻利维亚南部山区有一台巴士，敢若是超速失去控制，跌落去800公尺深的山坎，造成31人死亡。当地常常发生大型的交通意外，所以即马当地也伫咧讨论交通安全的问题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继续来关心这国内在地的消息，来看台中市昨透早的时阵呢，是有人塞车去到交通局的门口等跑啊。现场的民众听到这个爆炸的声音，是赶紧去报案。也那几工进前呢，也阁有学生囡仔因为食罚单，所以真不满，半暝转去到派出所头前咧陪车，所以警方呢是加强甲开出7万多块的罚单。电动车初一发生2点外，停伫台中市高龙桥附设公有停车场充电，向边仔出现火光、有爆炸声、高呛火烟。姓杨的驾驶落车查看，闻到火药味，就赶紧调个车顶哨兵监视系统查看，想讲是有人弹爆破弹。只是觉得很危险，怎么会莫名其妙来充个电，然后在车上看个剧什么的，突然发现嘣，想说不会吧，我的车要爆炸还是什么？台中市西区民权路的交通局本部大楼，进前是旧台中市议会，路的对面就是步入台中病院。现场看到的驾驶随报警，警方调阅监视器，锁定一台自用小客车，36岁姓杨的嫌犯犯案。伊家己讲，所弹的是路边捡的炮啊，后续的依照触犯社会秩序为合法采罚。经调阅监视器后，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经该警时。车内人员丢出疑似鞭炮物品后离去。伫警局头前起诉的也有因3台机车无车牌，顶个月18甲22半暝，2家伫南屯中央路派出所前来回陪车，制造噪音扰人迷茫。警方发动围猎，佮加速逃走，掌握车牌的外观，也甲清查特点，行车路线。伫刚个月25掠到其中一个19岁姓林的查甫囡仔。会找你不会没有原因，特征都比对过了，你继续变没关系。好啦，是不是你？好啦，是我啦。3人因不满先前被开单，误以为拔除车牌便可逃避查缉，针对其违规行为，依法开出总额7.2万元罚单，并通知家长到场予以约制。原因就是这个姓林的查甫人进前去警方开单报案，找同款读私立高中17岁姓施加姓刘的少年，约来派出所前陪车挑战公权力。警方通知2个少年的爸母陪同到案说明，故依照违反道交条例、无挂车牌、不合处地、无照驾驶等，对3人拢总开7.2万块罚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咱来看这台中的新光3月起步案的4000多位员工，伫迄当阵为着要脱离现场，所以家己的物件呢拢无甲摕出来。对昨开始已经开放员工入去内底摕物件，头一日是开放300多人，也那业者呢是来组一个消防班，甲市府的人员全面戒备。保全斟酌核对每一位员工的身份，全部做册登记。新光3月起步案进入第17天，业者2月底提送建筑物安全评估人员评估结果，也佮安全防护施作完成报告计划。经过专业技师签认了，台中市府同意备查，宣布3月初一开始开放，予百货员工入去摕私人的物品。贵这老管接到消息，一透早就来排队准备入场。公司的文件啊、零用金啊，还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私人物品这样子。因为我主要的话是有一些水壶跟外套，当时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拿的，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来拿这些东西。除了起步影响的12至14楼游玩封闭以外，地下2楼到10楼是开放的区域。初一至初六，逐天早起10点到下晡4点40分，分区分批开放。头一天干来开放324位员工，入去地下2楼至4楼摕物件。因为馆内消防系统故障，而且内底有上易携带商品，都发局、消防局、警察局拢派员到各楼层戒备，专程录影尊敬。整栋消防目前是不能运作的，所以我们要求它配置防火班，每一层楼加装瓦斯的侦测。还有相关的灭火器的部分，是我们稽查的重点。一定会换到安全帽，然后呢，确保安全之后，以及给他一个所谓的识别证明出来。我们会做好很好所有的管制，包括到动线，包括他该去楼层，事实上也会把它监视录下来，就是不要造成大家彼此的一些困扰在。另外，为着抢上贵位员工的生计，新光3月也启动第2会场合作计划。规划全台5位地点作为厂商多元销售管道，1号早起首先伫咧台中世贸中心开卖，希望度过艰难的时期，也考验消费者的接受度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再来看前几日有民众伫新北市的邦桥发现7只猫仔的尸体，经过解剖发现讲，这猫仔呢哪像是互人家牧死的，毋但是头壳骨破去，就连鼻仔骨也拢锯去。这警方是有抓到一个姓谢的男性，伊讲家己呢是无钱通去饲猫仔，毋则会甲放生，也毋过并无虐待猫仔。计程车驾驶停伫路边，毋是接送人客，是骗猫仔。有7只猫仔有各种品种，伫路边凊彩拼，甚至猫的身躯有真侪伤痕，技术做到结散。过滤来往的人车，那锁定一部涉嫌可疑的车辆及驾驶谢姓男子，在谢男的住处将其拘提到案。涉案的人就是以60多岁姓谢的查甫人，将猫仔拼伫新北邦桥的公园路。2月28被拘提了后，讲家己爱猫仔，啊，毋过经济状况无稳定，才将猫仔放散，啊，毋过好人虐待。楼上养猫，然后我跟他反映过，它的味道都很臭，这样子，就整个都一直飘下来，它还是一直就是不理，然后就是恶言相向，然后检举也都没有什么用。之前有，但是我不确定说它是丢在哪里。我们家就在他家头房，他用的木屑沙超臭，他是跟那个宠物店配合在卖。因为我们有一次去跟他看猫，然后他说一只8千1万。嫌犯饲的猫仔，毋但这几只造成环境恶臭，互厝边者头疼。警方阁为伊的厝内发现16只品种的猫仔，即马拢互动保处没收。死亡猫只有颅骨破裂、肋骨骨折、口鼻出血等明显伤势，疑似遭到重击，伤害动物致死，已经违反动保法第25条，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。虽然嫌犯好人虐待，啊，毋过7只猫仔尸体经过解剖，有明显的伤痕，动保处无排除有认为虐待死亡的可能。专案由检方调查清楚，若伤害动物致死，动保法有刑责，而且并可上悬罚200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上新的健保药价已经公布啊，这摆呢是拢总要来调整3000多项，预计伫4月初1就会来实施，所以一档呢是会当减48亿外。另外呢，因为最近这急诊是大塞车，所以卫福部也来公布3项新制，包括着这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，佮加5种注射的对象，也佮有慢性腰子病也来扩大健保的给付。另外是有流感疫情期间的这病院是会当自由来调整特殊病床，申请健保等等。
最近因为流感、落落等各种疫情，致使全台湾各大病院急诊室拢瘫满，引起各界嘛伫关心。对这代志，卫福部宣布，若是伫今年流感疫情期间，医疗院所单程调整特殊病床，拢会当比照急性一般病床申报健保费用。另外，健保嘛新增加复式加无一定，也有温白糖无一定，用伫慢性腰子病甲心衰竭的患者。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是为3月7日开始。新增加19岁至64岁5大高风险对象来做。虽然是年轻的族群，但是它因为有高风险的一个因子，所以为了要能够避免这些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或是死亡呢，所以呢，提供给这些19到64岁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民众呢接种。另外，健保署嘛公布又给调整上新结果，这届调整品项拢总3184项，调升34项，调降3150项。调降用量上侪药啊是降胆固醇用药冠基妥、高血压用药美优，也有治疗足种动脉栓塞的保酸通。假设医院的采购价跟厂商的卖价中间差超过这个合理的利润，那当然就要调价，表示说健保的核价太高了嘛，才会让那个医院的采购可以这么低。没有去回应到民众的担忧，到底砍下这些老药，它的可替代性的药品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？那省下来的支出运用在哪里？健保署是讲，药价调整了后，若做厂商认为无够成本，会当伫3月13前检附成本分析资料，向健保署提出药价调整建议。这届药价调整了后，健保一年会当减少支出48.51亿，要投入全民健保的总额。健保新药价一定伫4月上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北228纪念馆呢是台北市的市定古迹，这纪念馆经过每2冬的整修，即马总算伫这个年假来开放，重新互民众搁再来参观。除了这外观呢有重新整理以外，这内部的展览也加入这几冬来这新的228的研究的资料，而且对今年开始，这纪念馆也改做是免门票，互民众会当免费来认捌228的历史。他去呈报参亲团或者是其他学校里面，他们所罢课去参加这个228事件。透过活动中地看228时期的文献，内底呈现台湾维权时期的保庇局台湾站安怎监视东华人士，这是台北228纪念馆。台北228纪念馆自2023年3月开始整修休馆，到今年整修完成，拜五重新开放。228年假期间，未少民众趁机会来了解228迄段历史。我细汉的时阵就会听阮爸爸咧讲关台湾的历史，会记得家己的历史。还学生的时候就只是就是从课本上去了解这件事情，然后就刚好就是有一个蛮难得的机会，想说走进来看一下。台北228纪念馆重新开馆，毋但外观的厝遐经过整修，内部的详细展览也加入更较侪这几年新的228研究成果。除了保庇局台湾站的详细文件，阁有亲像这区详细列出部分台北地区228受难者的故事，互民众来了解。近10年来，这个新增的史实来做一些补充，像这个情报人员他们渗透到处理委员会啊，或者是各机关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以台北地区的这个受难者人物来做一个展示。另外，台北228纪念馆表示，为了提升民众的参观体验，今年开始开放民众免门票、免费参观。官方表示，随时代进步，也有愈来愈侪新的228资料互人发现，伊也会继续透过精神展览，来互民众认捌更加侪详细的228历史。记者郭文柯编辑台北报道。今仔日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？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。北部地区17度到30度，中部地区是16度到31度，南部地区16度到33度，东部地区是18度到29度。外岛地区12度到23度。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，感谢你的收看。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咱再相会。